随着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引起国际舆论关注，中国继续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开展所谓新疆问题宣传。4月19日，在与阿曼部分官员在线举行的新疆问题座谈会上，中国当局以纪录片《我们的新疆野地》进行宣传，以欺骗阿曼公众和媒体。据中国人民网报道，此次座谈会是由所谓新疆政府代表和中国驻阿曼大使馆联合举办。中国驻阿曼大使李秉令和所谓的新疆政府副协主席努鲁姆伊斯梅尔坎出席了座谈会。人权观察等60个人权团体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雷特对东突厥3的访问应符合被视为可信度的最低标准。这些人权组织呼吁巴切雷特采取几项步骤，防止中国政府操弄这次访问。人权团体还呼吁巴切雷特在访问期间应确保他能在中国安全会晤人权倡导人士，确保他与中国政府做出的安排是透明的，而且确保符合不受妨碍的访问的最低标准。上海封城之际，中国首都北京疫情再起，当局援引调查结果称，疫情已隐匿传播1周，情况紧急，形势严峻。预料未来还会发现续发病例，需以最短的时间遏制疫情扩散。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彭星火介绍，4月23日16时至24日16时，本土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21例，北京惠府步上上海后尘，引发担忧。法国举行总统大选的第2轮，也是最后一轮投票。投票后的早期出口民调显示，马克龙击败勒庞，获得连任。据民意调查机构预测，马克龙将获得57.6%到58.2%的选票。马克龙说：“我们的许多同胞投票给我，不是出于对我的支持，而是为了阻止极右派。我要感谢他们，我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对他们负有一份应尽的责任。”日本海岸警卫队4月24日的消息说，失事观光船上的10人已经全部遇难，另有16人仍然下落不明。阿克萨清真寺伊玛目谢赫伊克里马萨布里呼吁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结束以色列对阿克萨清真寺的进攻计划。与此同时，据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就被占领耶路撒冷紧张局势，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通话，并呼吁各方保持冷静。乌克兰总统宣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将访问吉普。他表示，这将是2月24日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官员对该国的最高级别访问。